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假如我今天跟你说我喜欢你，大挂锤要拆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嘛唔知啦，收月还。来啦来啦，大家啉啦！阿珍呢？你迄项开的，从你过后跟我冇关系。爱去等看阮哦。姑姑，哎，对，妈，嗯，有一个老朋友想要见你。问个老朋友啊。阿秋，赵哥啊，日霞，好久不见，好久，真的好久了哈。我在便利商店遇到赵叔叔。真的哦，哇，世界怎么那么小呢？嗯，你们生意好吗？哦，哎呦，就这样啊，不好不坏，就够啦，够我们两个欧巴桑生活。阿秋，最近好吗？还不错啊，大家都很好嘛。对了，就，哎呦，是他啦，他哦，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，叫他去哪也不去啦，叫他做什么也不做，就有空就缝几件衣服，当兴趣娱乐啦。哎，你来的正好，劝他啦。我刚来的时候，你们边上就有一个公园，今天天气这么好，阿乔啊，我们去走走，叙叙旧好吗？我还要顾。哪不会顾？啊，真的不平啊？哦，对，我会顾啦。哎，现在没什么客人，快去。哎，那个路口还有个米粉汤，也可以吃一下，还不错。好啊。哦，希啦。啊，来，好了。啊，我们去走走。哦，等一下再叙旧啊。你有没有暗度后悔呢？要是日子每天都能像这样，逛逛公园，晒晒太阳，聊聊天，挺好的。你不要听大姑姑乱讲，说什么好像我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好像我没有朋友。简单的过也很好啊。阿俏，为什么搬家连我都不通知一声？我不想耽误你。最近身体好一点没有？还需要吃药吗？镇定剂没有吃了，安眠药偶尔还是要吃才会睡得着。阿俏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身上的钱够用吗？我现在自己有赚钱了。阿乔啊，身上多放点钱，就可以吃好一点，穿好一点，好不好？我欠你太多了，你收起来。我自己有赚钱。阿乔啊，以后我们只是出来散散步，开开心心的聊聊天，就这样就好，行吗？
Q，哎呦，真正因为伫啊咯？哦，艺术家替我打工。哦，哎呀啊！阿 Q，我迄卖马介书爱老人请。啊，唔是，甲去甲请就好，啊，你莫玩牙个啦哈。哦。好。啊，出呀啦！昨顿本个深度的吼，深度按度见，按尾空啊，要本个深度。阿 Q，爱黑员工可以打折，爱老人结账。哎，不是，也冇几多钱啊，唔是那个打折啦。啊，来去结账啦啊，莫还牙个啦啊。100元。 100哈，好，谢谢啊。好，那就先赚1了哈。哎，这边打工很好啊哈，要我外甥女啊。哦，是哦，对啊那做事态度很认真哎，对客人很有礼貌，很好。啊，就好，就先赚1哈。好，你莫还牙个哈。啊。 谢谢惠顾，欢迎再度光临。好啦。哎，你舅舅他也玩6合彩啊？阿珍，你可以上晚班吗？那我就可以不用再找工读生了。好啊，那我去忙了。啊，真的哟。 哟，阿佳啊，哎。哎呦。 怎么咯？阿真的哦，去打工啦，4点钟转来啦。哎呦，按地不看我注意啊。你做得起来咯？啊。哎呦，看唔按挑，鸟啊，出头奖系嘛？啊，我讲，佮出头奖哦，就下一摆的事情的啦啊！啊，娘妹无地不考。俺就讲佢去打工无通倒系嘛，应用的啦。哎呦，无通倒啦！我人讲啦，做嘛啦？迄娘妹哦，动欠了，迄那个鬼人啦！啊，我唔讲，迄鬼人风暴吼，做我们的 sell 啊，叫本期的。养钱本嘅是放，迄当然哦。有样啊模样哈。迄娘妹打工计他输掉有冇？哦，本来钱都给你不上给本。 通知你啊，本来抽得太久。阿家，你也较差唔多对诶，莫再搁赌诶啦。你再搁安尼哦，规副卡做满本人赌都弄法洗身个人讲。阿姊呀，啊，地府卡本阿妹样，啊，来到也不一样，哎，来养钱呢。养钱，有养就有输啦，养钱。实在。 啊，今下我唔讲，嘿，内容哈，哎呦，唔是，俺乞丐有穿钱。3，哎呀，做乜嘢嘛？佢假公济我的人哟，以为去输去了啊！哎呀，一念不念都衰退去的。啊，我唔讲啦，下一摆就太薄啦，哦，请你做咧哈啊！哎，你记得不啊？真的哦，啊。 哎呦，做来了。妈，谁的红包啊？廿扣本唔嘅啦，讲我本唔释放，讲我甲因唔迄夹个鬼人。归你。哎，因迄唔迄有老廿扣买，马甲散个数哈。应该有，迄阿 Q 去甲买啦。那本书真挺本地养钱哦。没用我弟呢，伊就讲当准咩？按理会哦。做来了。姑姑，你土风有跳到暗暗哦。哎呦，就喊去喝果汁咩？哦，亚太姑姑当日大早还走去求神的哦。哇，好强哦！唔记听话啊。阿姐，听讲你含啊去公
眼挑土风舞哦，按不得调舞喊输送哦。哎哦，嘿啊，我的人会无法度的啦。然后讲，给土风舞就好嘞。诗情画意虽然美丽，我心中只有你。看安神气，哦，安尼流汗流流啊，转来洗身，咱不条几好水的咧。好眼没上的好。系咩？啊，阿毛。算了算了，莫老伊讲，我爱洗身呢，我时代新女性呢，我很独立哦，天公娘要求神哦。哦，洗澡啦。妈，我的好毋是甲迄好哦，唔系无法度的哦。哎，你放，阿姨啦。哦，妈，你爱都本的，你唔迄本啊。崔亚卡，我来老弟。这啦，有没？谁爱啦？啊，真的哦，等我亲命，求我亲爱。阿 Q 嘞？留档啊。哦。一九甲二四签5支，5支哈，我写一下，这5支嘛吼，这1支嘛吼，我甲你写一下哈。哦，这组吼，要考虑讲2、发4，网这5支嘛，安尼4支啦吼，对，好，4支安尼。啊，你敢记住？好，来，传4组来。来，阿哥，这你帮我全部做。好。2、3、4哦，乘1哦，啊，这2、3乘1。这乘1嘛吼，这乘1嘛吼，查这吼。情感袂出啦。袂使，这我量来，来。啊你哦，啊真的呀？阿 Q，你太久来啦？钟来。上来啊？注意点啊！好，等来哈哈。啊，安娜。阿哥，啊你来啊？啊今日来早啊？来，祝你中奖啦哈！阿明啊，你吃了多，我真吃袂落啦。拜托呀，拜托帮我调一下啦，我相信这支牌一定有嘿啦。安尼哦。好啦，我打电话甲你调啦哈。好啦，你先等一下哈。好。来，阿姊啊，来。啊，这2、你这3乘1。 3乘1。啊，这2、3、4乘1。好星空跳，你敢记得我？等我一下哦。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你请我吃饭就好了，车子推进去。好。好了，走吧。好。妈。你再来啊？哦。妈，你迄讲无了，爱吃到你迄阿 Q 给抢大家乐。哪有按300个年啊？很爱去赌球。无听说周立川懂钱啊？
人讲4美元要做地赌的，又对卖出的欧巴桑没有去抢的。你去亚 Q 给买哦？阿 Q 生意做很大哦。妈，就算输了，也只是让阿 Q 赚走啊，这样你就不用只能待在市场或关在家里啦。冇事情啦，唔是少啦。我看好你头发暗呢，上到油泉好穿，就冰冰冰冰。嘛该冰冰冰冰，我头摆懂好存钱吼。系啊。好诶啦，你做生意点钟诶，要缺诶啦，去洗身。结果，不好意思。罗兰巴特。就影响你重点哦。有老公咯？昨真正我去网着咧，当你啥？问题这支牌44啊，顶期你叫我签1我无签，才着2碰尔啦。哇，是不是？哎，这届我下岗叫的，下岗叫的。这个水啦。跳家，生理做动态吼。哟，啊，这因为来呢？你坐一下啦，你坐一下，歹势啦，我去坐一下哈，歹势。你坐一下咩？佮留下个点哦，免去甲讲我开的啦，你都唔是查嘿嘛？没啦，这留当呀，啊，咩出去做生意啊，系嘛？我生意安好咩？无安难得来啦，啊，送一支好冇？啊，签一支啦。我怎无爱咧？歹势啊，这个知啊，嘿，拄啊吼，伊有我讲这3支较水。这3支哦。嘿嘿嘿，这3支较水。啊，这2粒歪啊？歪，啊，我要即这2粒又袂歹啊。诶，签10支。10支吼，你讲啊吼，10支吼。顶礼拜咱着2碰的，即摆。好。喂，你是唔会开店的啦吼？冇开店就冇钱啊！
给你存几多钱？要欠你几多钱的呀？快点做你来做嘛，你要干啥呢？俺有个钱呢。阿嘉，来呀！那是你去。阿嘉，阿明啊，嘿，好啊，我要谢谢阿嘉啦。啊，这是红包，请你收起来。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收起来啦。唔免啦。你看，白纸黑字啊，竹仔尾啊300杯呢。谢谢啦。阿嘉吼透早就出门啊啦，啊这吼我看无啦，你甲伊签的吼，你才甲伊算啦吼。哎，我队长应该知影啊，哪会走出去？啊是要领现金互我的哦。我唔知呢。你唔知？阿明啊，阿明，阿明，阿明。老公，快点来，然后先来点大饭去。大本去，唔共同亚紧点哦，那就老二分啊，将亚紧点哦，唔拉配，有个哦，又唔黑呢，就黑嘛下来，唔就唔谈。会啦，要东亚做卖呢，啊对面你唔拉陪啊，就先东亚的正常的上班饭呢。阿妹，老公，不要忙这种的啦，以前我们人就过忙就唔得就啊哈。麦啦！你俩你去走！你要创啊？我看还有啥物钱无收啦。阿嘉美喺倒啦？阿嘉到底是美喺倒啦？我真正唔知啦。你是因某呢？你唔知影谁知影？伊若无出面解决咯，我就找你讨。我都无钱啊！我若有钱哦，我一定会替伊还你啦。这是你讲的哦。迄拢干那是一寡懒散尔。我拜托你莫阁乱啊，好无？你为昨昏乱到即马，我的人客吼，拢互你惊走去啊呢！欠小兄弟，迄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啦。我拜托你去甲阿家讨，你加叫互我做一寡生意，我嘛才有钱还你啊！我等你趁着钱，要等到什么时阵啊？我唔管啦，我一定要等着伊啦。阿明兄，我拜托你莫安尼好无？阿明兄，拜托一下啦！阿明兄，你做啥啦哈？你较客气的哦！你一个查某人欺负一个查某，你是土匪啊哈！我土匪，你小弟阿家才是土匪啦！做蛇仔头唔是叫笑，我进前输一裤底，今日互我钓着竹仔尾，人煞甲我闹跑，我找因某讨的是拄啊好啦。唔对哦，谁欠你钱哦？你找谁讨的啦？你莫安尼牵拖别人啦！你有才调，你去报警查啊！你，先生，我知影阮小弟欠你钱，搁闹跑吼，是唔对啦。我拜托你，搁分一寡时间啦。阮若是有钱，一定害你的啦。拜托的啦，好无啦？你真正无需要安尼啦。我是兄姊啦，你有啥物代志你找我啦。拜托的啦。好啦，阿妹我会使放过伊啦。啊，若是阿嘉哦，恁甲我听清楚，我一定爱出面解决啦。你用的无？哈？无啦，阿姊，我用甲删咯。这个眼珠子，来看起做得做起来啦。名是谁啦？叔叔诶，叔叔。你敢记得我？哦，星空天，你敢记得我？
杯茶啦。听爸爸请假跌倒吧。呀哈喏，就带烟的咩？就唔滴遐样的，迄物件较专业。有啦，迄跟外公跌倒啦。哎呀，唔是啊，就宽厚的啦。哦好。对呀，你就赵哥啊，那麻烦你哈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去开车子过来。好好好，比较急。哎，有没有事情打电话叫我呀？爸，你很用的啦，用按用啦，那边出怂啦哈。叫个电团的呀。啊哦，用的电团体啦。这山风跌倒的啦。去山峰这条路行一世人呢，还会跌倒。哎呦，暗烁烁看唔清楚咩？啊，给你按压很只有去山峰走嘛喏，你按落的还唔吃葱，还会痛哦。唔会啦，冇事情啦。带动我开结婚啦。妈的冇事情，你出电叫我还有那边出怂嘛？啊？冇啦，是脚天天咩？叫听听，给你按落，你去搞去做掉的，唔会追走嘛？好啦。哦，做对了，做对了。好。好。阿姐公，你真紧都唔会摇哦。阿姐。阿姐，係交代你咯，唔好分偏啲嘅。哦。你要买2个饭包嘅，买几只面包、馒头，加买几罐太乾呢個水。韩二买嘛该。泡面。泡面。买条米。阿姐公。伊那饭菜，你都唔好食系哦。没啦，伊同加工天數啊嘞，他加工將來的東西啊，送伊俾阿 Q。阿 Q？哎，阿 Q 走路嘞，呀，看到啊加工3項嘅工料度哦，全部啊。全部過後啊，啊想送翻俾佢，怎麼跌到3個堆？等爺妹來照顧我嘅時候啦，東西買買啊，頭會送去3項俾阿 Q。阿姐講了挺愛啊。哎呦，我3項嗰條路唔記得啦。你細時節啦，挺愛逐日嘅嗰條路啊！我同講啊，你不背出一條路上山的你啦，你出行，行一差咩啊？有隻山坡啊，可以搬橋，過去一截就出到嘅。你買唔同本意思啦。来，真的，你先上去洗身哈。哦，那都按多。系啊。阿家公再见。哦，再见。注意地位哦哈。嗨。啊，我用的都冇身哦。冇上身咩？他干事较加好啦哈。阿 Q。阿 Q。阿 Q， 阿 Q， 阿真爱，
没有意嘛？没啦。阿 Q， 赶快吃。安怎会唔来啦？廿八啲啊！阿姐讲咧，阿姐讲，曹安婆要送返来本身，得到叫做团体。叫团体？要他体验，讲摇到，张平来送来，而且还叫我不要跟我妈说。俺讲你买股票嘿，娘有钱好买咯。啊，传咧讲什么？讲有嘛该有抚恤金啦，无想要用家己钱啦，我就全部留给买股票的啦。佮勇士哦，我9间银买的哦，要他去到30间银哦，都得穿2批人呢。阿爸。啊？我迄想讲，我迄老股票买摕，老阿家的万载啦，唔可能诶。安尼好啊，唔使甲想法都无你好咧。怕啦，头摆哦，硬会搁较艰苦，我拄过会去哦。以后唔是少啦，哈。唔是甲结真好诶啦。不过唔好太勉强哦。对啦。好啦，我同你讲啦。阿家哦，我迄位空山方的公寮都方的啦。阿家，阿爸，你有冇喺人来讲呢？哎呦，那种事情，人家叫就安尼跌头呢嘿。唉，你妈个是。阿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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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哦！你要空气叫哈，空气声音嘛。姐，唔好起来啊！我冇一只老太啊！大本事什么人？那么硬啊！我冇一只老太啊！我空气叫啊！你讲唔来台北，请好位拄叫，我就唔会陪你来啦。佢勇士唔肯用的人会讲诶。阿爷安样？唔讲咯，自家去看啊！你安怎的呢？还为了两个事情，手都是碎唔得。都在看你去多钱啊！
把空一番。啊，妹呢？你很强呐！你来台北，还忙赚到钱，你就欠人100万。有去叔叔的，咱来转去，明日再来处理。去了。我有钱。50块。董事叔叔的。你敢记得我？哦，星空天，你敢记得我？阿土伯，你小等麻烦你哦。好，我知。来，阿玲，来。阿家人嘞？阿家的代志我处理啦，这是102万啦，你看卖啊？嘿，做呢嘿？嘿啊，做一汉早哦。呀，娘，事情有解决嘛？俺要去百万富婆，抢做6点钟的听听，师傅还忙抽手哦，钱全部就还人，都不给你拿走，还没钱的啦。这事情有解决清楚了诶。哎呦，他妈喏，俩下这钱搁穿最油的咩？娘婿又按无穿，系咩？我从来我就冇想我用阿川的钱，那么冇想到根本人这笔钱都得叫阿家，去同伙啊，来同欢喜啦，真正。莫想安多啦，这钱本来就阿川的欠唔的咩？我用你就拿去用，莫想安多点嘛。你啊生意哦，我本人欠，你冇爱欠你。西西，你怎么来了？找你啊！你一个人找到这里来哦，好厉害哦！刚摘的，等一下再吃哦。你要干嘛？等一下。你在这边过得很开心哦。对啊。哎，你去在那边。那很甜哎。哎，那你们家只有一颗芭乐？这就是乡下啊。我以为你搞失踪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去书店也找不到你啊。
后来我去找林道主，他带我去找你妈，我才知道原来你这边陪你外公。那你要下来，林道主怎么没有一起来？他要打工啊，他说礼拜六才会放假，所以他礼拜六会来。我不知道。哎呦，哎呦，子熙，妈妈啊！哎，林道主，哎，你们干嘛？哎，阿珍哎，人家讲最近会用苦创行路的嘿。系啊。哦，安尼就好啦。以后大天妈人来讲啦，巴肚佮讲来时候再安尼讲。阿姐讲去家煮饭，出去给后买东西都冇问题啊，就是汉中地去散风啊。迄记都说喊迄马个散风，那有老娘就讲啦，汉摆哦，几个万来个钱哦，大张嘢哦，就给100英元哦，本娘价讲，安尼哦，加去省发哦，就唔是社会啦。好啦，加去洗身啦，好。我曾经喜欢一个学姐，在你之前。长大后，不断有人问我，想要去哪里旅行。我回首才发现，其实去哪里不都一样。如果还有不一样的世界，那是重返我和学姐的秘密境地。就像我们常常突如其来的小小旅行一般。只有回到那个状态，才有惊奇，才有温度。我一直在重返过去，因为现实太无趣。我爱学姐，我爱女人。永贞，我想紧紧地抱着你。哎，回来啦！老板娘，暑假过得还好吧？很开心啊。你很喜欢罗兰巴特？嗯。上次你在这里也是看同一本书。哦，对。作者意思。罗兰·巴特是后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之一。他认为，由于读者处于历史发展中，所以文本的结构和意义也就处于历史性的变化和开放之中。解构就应该成为一切文本的属性。作者对于作品的形成没有太大的作用，是读者的阅读对于创造性文本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因此，读者在阅读时应该采取一种评注的方法，去发现作品的新意义，以及形成一个新的创造性文本。开学以后课业忙不忙啊？还可以。厉害哦，法律系。
那茶刚泡好的，可以喝。哎，老板娘，哎，花生你来啦。你来帮我顾一下，我去一下地下室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坐哈。好。嗨。嗨。我看你跟老板娘倒是挺熟的啊。当然啊，我整个暑假都泡在这里，买了不少书，只是都没看到你。好难哦，看不懂。不会啊，其实这些法条都很有逻辑性的，就像一个大建筑，你懂它的结构，自然而然就会懂了。哦，还是不想懂。好，以后如果你有任何法律问题的话，都可以问我。希望用不到。好，我去忙了。经济学2本，那林先生，请问是送到中正路那里吗？那什么时候送去会比较好？礼拜2可以吗？好，拜拜。你帮我关灯关铁门。好。走吧。走。哎。哪么瘾啊？中医的迄什么人的身体？我记得变态的心爱六本七家，本期也都迄倒出来，对吗？怎么了？你好吗？不要关灯。黄溪用具无可能了解哪间木子，哪间木子，迄位阿 Q 伊老头挂厝的什么呢？留下落的。
唔可以谈恋爱啊！你谈恋爱做得哦，做唔得人唔凊彩用的哦。每次都这样，真受不了。他的事情我都要知道，你赶快告诉我，你快说啊！死都不说，那我死给你看。一下说他什么失恋，一下又不想念这一间学校。你放轻松一点啦。我躺在手术台上，觉得好冷。我闭上眼睛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贪爱过家，温柔父子，莫伝天強嘅聲，愛獻舒服嘅自由，唔公怕。愛講怕，永不愛意。愛講怕，你的路路好貴。太封印世界，天風過密。凉風的世